如果你係揾緊大萬城兩房上車盤，要交通方便，要有唔錯嘅校網，要有超市喺步行範圍，仲要係半新樓，咁今次呢間兩房半新二手房盤可能會適合你。Let's go。 Postcode BL8 1QW。 今次呢間誠實半新房盤就位於大萬城區嘅 Berry， 屋苑就係 Bridleway Grange， 發展商係 Bellway， 屬於一間兩房大單邊 freehold 嘅 house， 房型係 The Joiner。 呢個屋苑已經賣晒㗎啦，早喺2-3年前係非常熱門嘅，可以話係 Berry 當時最熱門嘅新屋苑。睇呢條航拍片就知，附近主要都係住宅。除咗有 Bellway 呢個新屋苑之外，隔離仲有 Persimmon 嘅另一個半新屋苑，所以規劃上相對地係會較好。而且附近嘅小學同埋中學都係 good 嘅水平。The Elton High School GCSE 成績係全國 top 45%， 喺當區算係相對唔錯嘅學校。加上步行15分鐘可以去到 Aldi、Lidl、B&M 等等超級市場。最緊要就係 Berry 係有電車站連接萬城市中心，你可以喺屋苑搭10分鐘巴士落去 Berry 市中心，轉電車入萬城市中心，又或者揸車去電車站 Park and Ride。所以呢個屋苑綜合分數算係幾高分嘅。睇咗 floor plan 先，再入屋慢慢講。全屋上面積約700尺，樓下嗰層客廳喺前面，飯廳喺後面，洗手間就近門口。樓上2間睡房分明，一人一邊，中間就隔住咗個家庭浴室，而樓梯就係間屋嘅中間位。呢間房盤係一間3連 terrace house， 最右手邊單邊呢間，一邊牆係冇黐住隔離嘅，所以你當佢 semi 咁啦。2個指定停車位喺門口前面，平排泊方便。而發展商就跟咗電車充電器，亦都有跟太陽能板嘅。好，入屋俾我講晒啲 facts 先。樓齡少於2年嘅業主喺2024年收樓住到依家放賣 ，no change， 業主已經搬走咗噶啦。Council tax 就係 Band B。Council 當然就係 Berry 啊，屋苑管理費係每年129.67，即係你當130磅一年啦。開支上面都係好合理嘅。正門就向南，我拍攝嘅時間係喺中午12點鐘嘅，所以你見個客廳係非常光猛，陽光係可以入到客廳嘅。業主喺2年前買嘅時候係跟發展商做咗好多 upgrade 嘅項目，包括就係樓下呢層鋪地板啦。樓上2個房間都係鋪地板嘅，係樓梯鋪地氈嘅啫，非常之適合我哋香港嘅家庭居住，尤其是係有小朋友或者養寵物嘅朋友。除咗跟發展商做 upgrade 之外，業主仲會自己做咗一啲裝修，包括就係樓梯底下面呢個位置，業主係做咗個 storage， 用嚟做多幾個櫃桶，方便儲物收納嘅。even 你用嚟做鞋櫃都得嘅。嗱，我開俾大家睇下有幾深先。裏面雖然仲有少少雜物，但係唔緊要啦，俾大家睇下擺到幾多嘢啊嘛。呢度總共係有1、2、3、4、5個櫃桶喺度嘅，所以非常方便收納。尤其係呢種2房甚至3房嘅屋型係好難擺鞋櫃嘅，所以攞嚟做鞋櫃收納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。好，之後我哋入去睇一個廚房飯廳位。首先呢張台係會拎走嘅，唔使擔心。我哋睇下個廚房位啱唔啱你心水先。深藍色 indigo 嘅廚櫃，再配淺色嘅石台，敲落去係鏗鏗聲嘅。呢啲係夠晒硬淨啦，大力斬雞都唔怕嘅。而嵌入式嘅廚房電器全部都會留低噶啦，包括就係焗爐、煮食爐、抽油煙機，仲有雪櫃同埋洗衣機都係嵌入式留翻喺度嘅。有需要嘅話，你可以自己再安裝一個45cm 嘅洗碗碟機。呢一個櫃就係留俾你咁做嘅。開埋個洗衣機位俾大家望下先啊。
而星盤嘅水龍頭就係配置咗一個拉扯式嘅鵝頸型水龍頭。好，再望翻個飯廳位，原業主幾有心思嘅。飯廳位個地板係揀咗仿磚紋嘅形狀嘅，咁啊 match 翻出邊後花園嗰啲磚，望上去感覺係非常一致。再講一次，呢一張台係會拎走嘅，但係擺咗喺度，你大概可以估到個飯廳有幾大。放咗四人台之後，你可以點樣用到？而出後花園嘅 patio door 就係兩扇嘅 French door， 總共4塊落地玻璃，其中有2隻窗係開得嘅。就算你冬天煎牛扒，都可以開2隻窗，吹走晒啲油煙，間屋就唔會咁大陣油煙味啦。而花園前面就鋪咗半磚，中間就做人造草，再後面再鋪翻磚。好用得嚟就唔會話太單調，有翻啲人造草睇落去靚啲之餘，亦都唔需要你鏟草打理，謝絕所有蛇蟲鼠蟻，懶人之選啊！好，入翻屋，我哋望下門口隔籬個洗手間。好多朋友唔中意門口對正樓梯啊，風水話會漏財，所以呢種屋型設計就將個 C 字形嘅樓梯放喺屋嘅中間。唔使怕漏財，二唔係直上直落就易行好多，適合長者或者係小朋友啊，唔使怕佢跣親，上滑梯咁跣落嚟啊嘛。好，睇到呢度，好多村民或者係一啲中意唱衰我哋英國嘅朋友都會問：間屋咁好就唔會住得2年就賣啦，睇死佢有回流啦，呵呵呵。我就係想話俾你哋知，業主雖然係搬走咗，不過唔係回流，係細屋搬大屋啊！真係唔好意思啊！呢條片麻煩大家 share 出去啦，話俾你身邊嘅親朋戚友聽。好多移英港人其實生活得好好啊，冇話俾你知咋。人哋業主工作順利，一家生活樂也融融，喬遷新居。我自己最開心就係見到大家喺英國過得咁好啦，我都戥你哋開心。咁點解可以喺英國呢度做到風生水起呢？關鍵就喺個門牌度啊！呢間屋個門牌係18號實發啊！事實證明呢啲咪就係風水號咯。講下笑啫，呢間就係主人房，放到5尺嘅 king size bed， 3邊落床。而呢邊就係望後花園嘅。後花園雖然話係向北，但你見到大部分嘅花園位置都係曬到嘅。同埋由於佢係有一大部分都係鋪咗磚同埋人造草，所以唔需要你花太多時間去做保養鏟草嘅，既平整又好用。而床尾仲有一大邊嘅空間，可以俾大家做到衣櫃，同埋擺多一張工作台都得。兩房嘅 house 需求無疑係越嚟越大嘅，尤其係喺半新屋苑嘅放盤更加係少之又少。今次呢間誠實自家放盤絕對適合上車人士置業安居，落地生根。家庭浴室仲要係鋪晒全磚添嘅，方便打理。鎖匙喺我哋手上噶啦，我哋奉行港式工作模式 ，anytime 幾時想我哋睇樓，我哋都可以安排到嘅。詳細嘅資料我哋都已經放咗上 Rightmove， 喺呢條片嘅 description 裏邊就會揾到。總之有興趣嘅朋友立即聯絡我哋誠實不動產啦。我係誠仔，我哋係誠實不動產。記住呢個世界係冇完美嘅屋，只有適唔適合你嘅屋。呢度係 Barry 嘅 Bridal Vein Grange 2房半新房盤，等你電話，拜拜。